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Adi， 周圍遊。今日帶大家去會展中心站金鐘雲入邊嘅一間眼鏡店，嗰度呢全部用批發價發售，同埋買眼鏡呢仲有太陽眼鏡送同埋小風扇，入邊款式呢仲要好多，服務都唔錯噶。我仲幫你哋爭取咗額外優惠啊！想知係咩優惠嘅呢？睇到最後。今日嚟到會展中心站嘅 E 出口，今日目的地呢就係去身後邊呢棟大廈金鐘環，非常方便啊！我要睇眼鏡啊！嚟到呢度呢，就係金鐘環啦，佢就係金田路嘅3037號。呢度呢係 A 座入口啊，我哋就要 A 座今日。入咗嚟之後呢，就去翻中區呢度7號或者8號 lift 上翻去27樓。上到嚟27樓啦，嚟到呢一間李白實貿眼鏡店，咁佢位置呢，就喺2706呢度嘅。呢間店咧已經開咗差唔多1年噶，咁今日咧嚟睇下眼鏡，因為我都時隔1年冇去眼鏡店，要驗下眼啊，1年就驗一次，睇下啲老花有冇加深。10點鐘嚟到咧，已經有客人喺度買緊嘢，環境都好舒適，眼鏡種類都好多。呢度咧有飲品啦，可以提供俾啲客人啦。隨時可以攞嚟飲嘅，店內除咗飲品呢，仲有小食提供嘅。店內張貼住好多證書啦，伊絲露啊、蔡司啊、開啊嗰啲，全部都係授權嘅店鋪嚟嘅，同埋都有入邊驗光師啦嗰啲執業資格。呢度呢，就算買一副呢，都係批發價，佢都寫明嘅喺度。呢度真係超抵，工廠價38蚊已經有個鏡框㗎啦，加多59蚊即係97蚊，已經有一副防藍光嘅鏡片加鏡框。呢啲呢係鈦金屬嘅鏡框嚟㗎，咁其實200-300蚊呢已經可以有一副嘅鈦金屬嘅眼鏡啦，再加埋有品牌嘅鏡片，就咁齋眼鏡框呢就係198蚊嘅。佢拎上手都幾輕，因為佢係鈦嘅。我試下個彈性，都拉到，都彈性幾好。呢啲都係手工鏡框嚟嘅。呢啲係木。好輕喎，好得意啊，木㗎。對。好少見木材料做嘅眼鏡。有啲，譬如講呢兩個縫咧，呢個上邊呢個位置係貝殼嚟嘅。哦，係啊，貝殼做嘅，所以好靚咯！你見到咁嘅顏色，幾特別喎呢啲。呢個都係598蚊。佢係木做啊，睇唔出喎。我仲以為呢啲係膠嚟喎，係木嚟嘅原來。好輕喎。係輕咧，係因為喺呢個位置咧做嘅係全鈦噶嘛。哇，好彈性喎。冇螺絲噶嘛。哦。依家咧店內做緊優惠啊，配任何鏡框加鏡片都會送一副太陽眼鏡，價值98蚊。呢啲全部都係防 UV 嘅，攞嚟襯下衫啦都 OK 嘅。另外咧喺大眾點評打卡咧，仲會送玻璃杯，或者而家夏天好啱用嘅小風扇。咁都未夠抵，我仲為你爭取咗福利啊！咁如果咧你係話睇我 Adi 周圍有呢個視頻嘅咧，只需要 cap 圖出示我個視頻，就會再額外減多20蚊啦，係咪好抵呢？呢啲咧係戶外活動嗰陣時用嘅，譬如你踩單車啊，做運動都幾好，因為佢咧呢個位咧係包埋你個面，可以有個防風嗰個效果。咁呢個有2個價錢嘅，咁有498蚊啦。係固定顏色嗰個啦，咁如果有變色嗰啲咧就598蚊。我而家試緊呢個鏡咧，就係嗰啲變色鏡，我都覺得佢幾貼面，同埋都唔算好重，同埋好啱而家夏天咯，因為佢可以當太陽眼鏡戴。呢個係變色嘅效果啊，係變咗灰色。呢個係UV 嗰啲光嚟。係啊，呢個 UV 光好明顯啊！呢個變咗一笪灰色。係。如果照到太陽咧，就會更加均勻啲。而家我呢個係照到一個位置咧，顏色就深啲。係啊，呢個位深咗。呢個位置咧，呢個位置係可以除出嚟噶。如果唔需要度數就除出嚟。如果有近視有散光啊，需要做度數就做埋呢個位置。呢啲全部都係變色嘅。呢一隻就係598。
對，可以再變色嘅就係500幾。如果係呢啲固定顏色咧，就少100蚊。哦，如果我係帶平光嘅咧，就咁598就可以攞走噶啦。係。咁如果啲人要有牌子嘅鏡片咧，到時就再加。普通鏡片咧都係100蚊左右。如果牌子嘅鏡片咧就貴少少。明白。以後做度數嘅咧就做普通嘅鏡片就得啦，因為佢本身呢個位置都可以變色啦。好。裡面嘅鏡片就唔需要再做變色功能噶啦。已經唔需要噶啦。普通防藍光嘅都得啦。普通防藍光就加一塊喺入邊，係嘛？加多塊就唔係換走。已經係有變色效果。我明白，即係唔需要拎走呢一塊噶啦，跟住只係加一塊鏡片喺入邊，出入邊呢度有個深度嘅，就可以擺多塊鏡片。對，哇，幾方便！就呢副眼鏡可以兩用咯。本身呢個位置就係卡扣住嘅。哇，扣住可以切落嚟。哇，呢個好方便我覺得。係。即係譬如我有老花咧，我淨係用電腦或者睇書先戴啊嘛。咁如果我出戶外就可以剝走嗰個老花鏡。咁樣係有啲近視噶嘛。係。所以呢個位置做自己近視或者散光嘅度數，都係睇得清楚嘢噶嘛。哦，有需要就可以剝咗佢。對。係啊，咁唔需要兩副啦。你就除落嚟就得啦。就唔需要兩副眼鏡咯。係啦。咦？呢啲咁得意有顏色嘅係咩嚟㗎？係啊。呢啲咧係可以個性化做我哋自己想做嘅任何一個顏色噶嘛。哦，係啊，即係固定咗呢個顏色嘅。係。咁呢啲係咪配老花啦、漸進嗰啲都得㗎？都可以。哦，咩鏡都得嘅。係啊，你自己揀自己中意嘅眼鏡架，鏡片咧都係揀自己中意嘅顏色。好多顏色選擇喎。有全彩嘅，有深色嘅，有淺色嘅。大概幾錢一副鏡片啊？最低咧係100幾蚊。哦，100幾蚊就有一套鏡片。有啲製作複雜啲㗎，就較為高少少。哦，係啊。係咪配落任何鏡框都可以㗎？都可以。即係膠框或者鈦金屬框都得嘅。任何鏡框都得。哦。都搭配。大概幾耐攞到啊？呢啲如果配咗鏡？如果係做啲顏色比較特別嘅，時間就長啲。哦，佢係定製鏡片嘛，需要定製，可能就1個星期都要。如果快啲嘅咧，呢啲長區嘅灰啊、茶啊就快啲啦，2-3日左右。OK， 咁你哋係會幫我哋寄去香港嘅，免費都係。可以寄，配鏡價為500蚊以上包郵。有寄到香港。如果係保養啊、售後啊，係冇限制時間嘅。哦，冇限制時間。對，1個月之內咧係可以改度數啊，或者重新製作鏡片。哦。咁鏡框嗰啲，如果譬如話有啲彎咗啊，或者斷咗，係咪翻嚟可以配翻嘅？可以，如果係彎咗咧，可以攞翻過嚟調校，都係免費嘅。如果係斷咗咧，就要重新做個新噶啦。OK， 咁呢啲咧係咪都係防 UV 噶？全部都係啊，防藍光嘅。防嘅。哦，咁好多顏色選擇喎。就唔同嗰啲話變色，呢啲係固定咗顏色。係，呢種係固定顏色嘅。有啲人中意做淡少少嘅，有少少淡色噶。啊，幾好啊！呢啲即係佢少少色，又可以防到太陽呢啲。係啊，佢少少暗色啲嘅。顏色淺啲嘅咧，夜晚啊、室內啊都可以戴嘛。係。如果係呢啲深色嘅咧，就可能出去旅行啊、揸車啊。呢啲牌子咧，都一般香港人好中意嘅國際品牌啦。呢個係羅敦斯德啦、伊絲魯啦、蔡司開啊，全部都係3.5折起嘅，咁都好抵。同埋基本上大家平時用開嗰啲鏡片啊，嗰啲嘢啦，呢度全部都有噶啦。所以唔使擔心，唔一定要用翻國內牌子嘅，咁啊咩牌子都有嘅。跟住驗光師就幫我進行驗光啦。驗光師咧就每一部機都揾酒精紙巾抹完，好衛生嘅。呢個係一個初步嘅驗眼。做完初步驗光之後呢，驗光師就幫我進行眼底檢查啦。呢個儀器呢係外國進口噶，咁同埋呢個係高級驗光師啦，所以我都好放心。呢個儀器呢可以驗到眼底入邊有冇啲咩疾病，好似話黃斑病變啊嗰啲啦，都可以驗到出嚟嘅。平時如果喺香港做呢啲檢查咧，都要俾錢噶。咁呢個服務咧係費用全免嘅。喺熒光幕上邊咧就見到自己嘅眼底嘅，
做完之後呢，驗光師呢就會同我講解啦，睇下我眼底嘅情況。咁我一對眼呢都係正常，好健康，我都放心。跟住呢，就再為我做進一步嘅驗光啦，都驗得好仔細，所以都反覆咁驗咗好幾次。跟住呢，就開始調校我嘅鏡片度數啦，咁就會戴一副模擬嘅眼鏡啦，擺咗唔同嘅度數落去試戴，咁確保呢戴咗出嚟嘅效果係好啦，同埋舒服啦，先至會幫我配一副鏡片嘅。咁我都反覆試咗好幾次，要試到啱為止。咁驗光師呢都好有耐心，慢慢幫我試嘅。咁我就揀下啲眼鏡框先。因為其實頭先咧，佢同我講我150同175啦，就係睇手機啊、平板嗰啲啦。咁但係我睇電腦咧，如果佢輕啲，反而我係冇嘅，所以我要配翻個100嘅嚟睇平時電腦咯。就頭先佢都講我唔可以話一副兩用咯，即係只可以老花嚟講，可以配翻兩副，一副就係嚟睇手機、睇書同平板，睇電腦就要另一副要輕啲，就唔可以一個鏡做到兩樣嘢啦。咁我就揀下啲鏡框先，睇下有冇企先。咁揀完鏡框同埋鏡片啦，職員即時咧就會喺度幫你製造噶啦。咁好快啦，一般咧鏡片啊，譬如我話我老花鏡嗰啲啦，1個鐘頭咧就可以攞到噶啦。除非係要求啲比較高級數嘅鏡片啦，譬如話漸進啊嗰啲變色鏡片就要等耐少少，但係買滿500蚊咧都可以包郵寄去香港嘅。入邊嘅設備咧都好完善啊！呢個係要嚟打磨嗰個鏡片嘅。呢度咧有好多客人已經做咗嘅訂單啦。同埋呢度最好就係有30日嘅服務承諾啦。如果30日覺得唔舒服或者有咩唔啱呢，佢係免費可以幫你換新嘅，同埋可以寄去香港嘅。呢度就收支付寶啊、微信支付同埋銀聯都 OK 嘅。好快，食完飯1個鐘頭可以攞到我自己個眼鏡啦。今集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啦。睇完條片記得讚好、分享同埋訂閱我頻道。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